接近中午的时阵，有民众发现到一台美国太空总署的飞行机飞过屏东的恒春，也讲这款的飞行机真罕见。环境部证实讲，这是 NASA DC-8科研机来台湾进行空气品质的研究，伫中南部采样。还有另外一台飞行机 G3，就是咧28000英尺天顶采样。环境部的人员等伫台南机场的边仔，把镜头对准空中，翕到飞行机愈飞愈低，通过机场了后，搁飞起来。搁对另外一个角度看，飞行机的机尾有印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字。起飞时阵离土脚上近，敢若46英尺。这台已经有54年的 DC-8科研机，顶管有再精密的机器，这摆来台湾是执行空品研究计划。主要是可以从地面到大概3000多公尺这样的一个高度，不同高度的空气的相关的资讯、污染物等等，都可以有及时的监测资料。有民众早一步伫恒春翕到 NASA 的科研机，发现伊飞甲真低通过，一直讲是真罕的看。其实当中有2台 NASA 的科研机，早起9点对菲律宾起飞，互看到的这台是飞过恒春，往返台南嘉义机场4转，下晡沿东台湾往北飞去南韩。另外一架 G3是载光学设备，伫28000英尺的空中量测污染物的分布。With these data, investigators will be able to characteriz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stributions, as well as the transport and chemical transformation of pollutants from local and distant sources. 环境部结合 NASA 和国内外真侪单位和学者，1月底正式启动的高频3D 空品实验。这个计划是 NASA 国际性大气监测实验。这台计划延伸，其实一开始台湾是无伫计划内，但是重要杀手中大教授林连辉讲，台湾用咱的科研实力赢到 NASA 的肯定。我们开始跟他说服的时候，也是说，你怎么可以把台湾给漏掉了呢？东北亚污染下来，跟东南亚污染上来交界的地方，是一个很好的点。把台湾漏掉的话，你们一定有遗憾。是一个科学的角度去说服他们。这摆是第一摆有 NASA 的科研机来台湾，搁再要3亿的仪器设备，做要4点钟的空品观测。环境部讲，天公伯也有保庇，无落雨，好采样的数据搁较精准。这摆研究的成果，嘛对未来空污的精准治理真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